来继续要来讲淀粉，长期以来拢互认为是减肥的敌人。嘛有真侪研究讲，食伤侪淀粉，血糖会波动，脂肪会累积，会带到三高甲慢性病。其实这观念拢大错误。这淀粉分做真侪种，有一寡淀粉毋是健康的敌人，阁有可能是减肥上好的帮手。来看拍假特工队。 吃白饭容易变胖吗？会啊，很胖啊。吃的多的话，应该会变胖。会啊，淀粉啊，就是少量摄取吧。通常大家拢有这款的观念，健身减肥尤其唔敢食饭。咱来看这减肥的关键字：有的7天无食饭，有的干那啉水，甚至1天工作干那食一条红菜头。日本最喜欢吃饭，可是日本的吃饭的人口并没有因为这样子，他们胖子比较多，也没有因为这样子，他们糖尿病患者比较多。我们掌握总量的部分，基本上是不太会变胖的。反而吃饭的部分还可以去帮助我们的代谢，反而是会瘦的。因为其实有临床很多的案例都是，就是本来不爱吃饭，那后来我们叫他吃饭，他就瘦。只要爱运动的人都不敢吃淀粉，其实共分成高 GI、低 GI、一般跟抗性，淀粉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关键。 白饭它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白饭它虽然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，就是说我们吃进去之后，它就很容易上升啦，血糖，然后在2个小时之后的血糖值可能会上升到200，那血糖值下降从这个200下降到120，那这个80的血糖跑去哪了？就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吸收啦。饭是很好吸收的一个食物，就是跟饭跟菜混着一起吃，然后假设可以的话，你是先吃肉先吃菜，最后才吃饭，这样子的血糖值上升是最缓的。 GI 是升糖指数，关 GI 淀粉亲像是蛋糕、面包、蒸碟、米饭、面条，无伫本身热量过悬，是因为食落去，这血糖起落幅度上过紧，容易有枵的感觉。低 GI 盐味、含脂、糙米，延长消化速度，容易稳定血糖。市面上统计对白米的需求量虽然降低，但是练起白饭。 颠倒较健康。我们一般的淀粉，然后放凉了以后，它其实就会产生抗性淀粉，真的可以让我们减少热量的摄取。其实是抗性淀粉，就是同样100公克，我们消化吸收的比例大概只有70%而已。所以它确实，譬如说一样是1碗白米饭，比如说1碗白米饭是280大卡，那它就会打7折这样。 另外，亲像是加食寡圆形的淀粉，先啉汤，再搁食饭，延长用餐的时间。优质的淀粉加上正确的用餐原则，彻底改掉食饭就是肥胖的错误迷思。